幾千萬嘅豪宅爭啲變為爛尾盤。咁啊，如果業主係買咗呢啲樓盤嘅話，要有啲咩嘅地方要特別留意啦。咁啊，同埋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嘅權益？今日我哋揾到法律界嘅朋友嚟去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知識。嗱，因為咧，如果咧你所指嘅咧就係可能係嗰個發展商啦，其實已經基本上起好咗間樓㗎啦。你所謂爛尾，即係可能佢係破產啊，或者俾人哋追債啊，或者申請緊破產啊，呢啲咁嘅情況咧。咁另外有一個白武士出嚟，咁啊跟住咧接手咗個樓盤，有個新嘅即係 B 嘅發展商 ，A 嘅發展商已經破產啦。B 嘅發展商咧就做咗咧依棟樓嘅業主，跟住咧就愛嚟咧就賣出去俾呢個賣家。係嗱，如果咁嘅情況咧，其實咧大家頭先都聽到啦，因為 B 呢一個發展商其實咧佢接手咗呢個樓盤嘅時候咧，佢同 A 嘅發展商咧，即係原本而家破產嗰個發展商咧，係買晒個業權翻嚟嘅。佢要買咗個業權翻嚟，佢先至可以分售出去咧，俾而家咧我喺出邊嘅買家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要追嘅話咧，真係裏面譬如有執漏啊，有一啲唔妥嘅地方啊等等咧，其實都係同呢個新嘅發展商，即係 B 呢個發展商咧去追討嘅。嗱，簡單啲嚟講咧，亦都可以咧由佢哋嘅買賣合約中可以睇得到，因為佢嘅買賣合約咧好多時咧應該都會咧係 B 嘅發展商係賣俾而家新嘅買家，而唔係 A 嘅發展商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大家要記住，追就追新嗰個發展商。有時啲發展商咧拖住唔執啦，咁其實法例有冇規定咧，係要發展商係要幾耐要完成個執收咧？嗱，香港咧其實咧我要最主要要睇咧就係佢哋簽嘅買賣合約，因為咧喺買賣合約裡面咧係咪寫得好清楚，究竟個 defect liability period，即係我哋俗稱嘅 DLP 啦，即係我哋嗰個執收期咧可以有幾耐？譬如嗰個執收期，大家成日都會見到嘅。我有一啲嘅屋苑咧，其實得3個月執收期，有一啲可以係1年嘅執收期。唔緊要嘅，最緊要就係話我哋要根據個合約。如果個買賣合約當時係寫得好清楚，就係話我有3個月又好，1年又好，總之我要提供可能驗樓師嘅報告啊、公證行嘅報告啊，或者一啲咧嘅相片，跟住交俾發展商邊個部門，咁佢哋咧就要有責任去執。嗱，好多時好多人都會覺得發展商會拖住個時間，可能去到最尾，唔緊要嘅，因為如果佢拖到最尾執完之後都係唔滿意嘅，其實可以亦都繼續叫佢執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大家要執嘅嘢都係 reasonable， 我哋叫合理。係啦，即係當然啦。你話喂唔係喎，嗰度咧好似多咗條頭髮喎，點解嗰條頭髮唔撥走嘅？咁呢啲唔合理啦。但係你話喂唔係喎，個窗完全閂唔到喎，到而家整完都仲係閂唔到嘅喎。咁呢啲係同安全有問題，呢啲咧絕對合理，要繼續要佢執嘅。如果佢喺嗰個指定時間佢都執唔到，而之後嘅時間佢都唔繼續執嘅話咧，咁佢哋可以從民事嘅途徑啦，或者甚至咧，如果即係極端啲嘅話咧，可能用呢個商品説明條例咧，向海關嗰邊咧舉報嘅。仲有佢會講埋咧，就係嗰個要啲咩文件佢先至會執收，譬如相啊、公證行報告啊、驗樓師報告啊等等，佢先會去執咧。嗱，譬如好似呢啲你跟足個程序去做嘅話咧，其實發展商邊大家有合約精神噶嘛，咁發展商嗰邊係唔會幫你執嘅。不過當然，如果佢真係唔執嘅，或者拖延時間嘅，好簡單一樣嘢，咪揾律師去告佢咯。係咯，咁直至到佢執翻，亦都係一個合理嘅情況，合理滿意嘅情況，我覺得就 OK 啦。咁啊，去到新樓嘅收樓步驟啦，咁啊，其實我哋嚟到律師樓咧，究竟有啲咩文件咧係要處理嘅咧？嗱，其實大家如果試過買新樓嘅話咧，都會好清楚噶啦。第一咧，一開始嘅時候，我哋會喺地產或者發展商嗰度咧，就會簽個臨時買賣合約啦。跟住個臨時買賣合約就會指定咧幾多日之內咧，就要去到咧發展商嘅律師樓
或者自己指定嘅律師樓咧去簽呢個正式買賣合約。簽完個正式買賣合約，落完大訂之後咧，就會等幾多日咧就可以正式收樓。但係收樓嘅時候咧，就會簽一份我叫轉權書 assignment。就呢一份嘢簽完之後咧，間樓咧就會正式咧就係呢個新業主㗎啦。咁其實大家可以見得到，不論係買新樓定係買舊樓，其實都係3份文件嘅啫。臨時買賣合約、正式買賣合約同埋我哋嘅轉權書。咁當然啦，咁就新樓方面咧，有時咧，如果嗰個嘅買家係需要做按揭嘅，咁佢咧就要計清楚個時間，就係佢哋要有充足嘅時間向銀行嗰邊咧去申請呢個按揭。咁跟住按揭咧喺銀行嗰邊嘅批核咧，都需要一段時間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佢哋要申請埋按揭嘅話咧，去到佢收樓之前咧，佢仲要簽多份按揭契。咁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呢啲嘅文件嘅啫。咁啊，其實我見有啲咧就係話揾發展商律師樓啦，咁啊定係自己揾律師樓會好啲咧？嗱，其實咧就呢個好睇買家自己嘅意願嘅啫。因為點解咧？好多時咧，譬如喺臨時買賣合約簽咗之後咧，佢哋咧有條款會寫住就係話，可能係3日之內、5日之內或者7日之內，你就要簽正式買賣合約。咁好多時唔係話你想揾自己中意嘅律師樓就可以嘅，因為點解呢？時間唔夠，就算你揾咗間新嘅律師樓，第二間你自己好熟嘅律師樓，但係佢要睇契噶嘛。咁仲有就係佢都要同發展商嘅律師樓去溝通。咁喺呢個溝通過程，攞契嚟睇嘅過程，好多律師樓呢見到，如果係新樓呢，未必會接嘅呢啲案件，因為我冇時間去睇。如果有責任心嘅律師呢，佢要有足夠嘅時間去睇契。佢有足夠時間咧，去睇咗大家個溝通同埋嗰啲嘅買賣合約嘅嗰個草稿等等。如果佢覺得個時間唔夠嘅話咧，好多都唔會接。咁所以咧，好多咧就會自己揾翻咧，就係發展商嘅律師樓，因為佢哋已經啲契喺佢嗰度啦，啲契由佢哋去草擬啦。臨時買賣合約、正式買賣合約都係佢哋去做，變咗咧就慳翻好多功夫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買家咧，其實我自己會覺得，佢如果係去揾第二間律師樓，定係用發展商嘅律師樓咧，其實佢真係睇第一價錢啦，因為咁短時間你另外揾一間律師樓，另外一間律師樓收嘅價錢可能仲貴過發展商律師樓開嘅價錢。第二就係時間，3日要你即刻轉，邊個幫你做？咁所以呢個咧真係要好實際，望清楚裡面嘅條款，先至好去決定揾外面嘅律師樓，定係揾翻發展商嘅律師樓。咁啊，如果咧我哋發現咧嗰個樓書咧有少少誤導啦，例如佢樓書寫住咗係 A 嘅牌子，咁但係咧佢交出嚟嘅時候咧係發現一個比較平價啲嘅 B 牌子，咁業主可以點樣去追討咧？嗱，呢啲事咧即係唔會通常發生嘅，但係咧如果一發生嘅時候咧，其實好簡單。嗱，我哋香港有2個方法啦，一就係民事索償啦，因為喂你話咗俾 A 嗰個牌子我，你竟然俾隻平嘅 B 牌子我，一間即係我梗係唔接受啦，即係等於我買個橙，你俾咗個檸檬我梗係唔得啦，啱唔啱先？咁所以咧，即係呢一度民事索償，要佢賠翻嗰個 A 牌子嘅嗰個價值咧，呢個咧係絕對可以嘅。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向呢個海關舉報。因為我而家有商品說明條例，咁變咗咧，即係話你原本要個榴蓮去俾咗個橙你嘅，咁呢啲已經係個商品唔同咗啦。咁呢一個咧，亦都可以咧向海關舉報咧。如果海關有足夠嘅證據咧，佢亦都會起訴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好多時都會呢2條路嚟行。今日多謝黃律師同我哋講解咗咁多嘅小知識。好多謝晒。咁咧講起法律咧，其實都係比較沉悶嘅嘢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業主同埋準業主咧都要特別留意，因為呢啲咧係關乎你哋自己嘅權益。記住關注我康 Sir，記得 fact check 啦。